静下来，他就不想做任何事情，就叫常应。你看，说应则不静，静则不应。但一般有人最高境界叫常应常静，他可以应也可以静，这种很高。我看很多的那个机关首长，他的那个行事历啊，都一个小写的，事情很多，但他一点都不乱。所以常应叫做日理万机，常静叫做方寸不乱，最高境界。事情很多，心不乱，所以叫日理万机而方寸不乱，所以叫常应常静。就可以常清静怡，很重要，这个很重要。所以希望各位能够让身干净，让心恭敬，让自信清净。那接着到达家庭呢，我希望能够做到3个，叫做孝孝孝。第一个这个孝，第二个这个孝，第3个这个孝。第一个行孝，各位行孝不能等，等会后悔，对不对？有2个不能等的是什么？行孝跟行善，或者后悔。我希望我们以后走的时候，对你讲4个字，叫死而无憾，就成功了。最近有一个教授走了，叫陈思凡教授，我们报纸上登了，他就讲了，叫我死而无憾，我死了没有缺憾，我不后悔。难道不后悔？不做后悔的事儿。什么时候会后悔呢？该做不做就会后悔，不该做了做了也会后悔。有些做了他有会，我对嘛有会。父母亲健在，不懂得尽孝道，走了来讲那2句无奈的话，叫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在，那人生最大的悲剧。所以各位，我们最好是，所以蒋经国先讲过一句话：今天做了，明天会后悔的，不要做；今天不做，明天会后悔的，快点做。所以蒋经国先我佩服他，他当年呢做了一个10大建设，大家知道吗？那个中山高就是他做的。中山当初没有钱呢，台湾没有钱呢，因为台湾有时候啊，现在很糟糕，内耗太多，他这样逮用内耗太多，什么红卫兵啊，文化大革命啊，内耗太多，有没有？所以他在做好，你在打就好，或者经济奇迹啊，台湾钱用卡吧。所以以前有人啊，到那个千岛湖啊，弹都落嘞啊，后来被人家砍掉了，叫千岛湖事件。那现在风水轮流转，他们从邓小平以后都没有内耗了，那地方内耗太多，有没有感觉？那内耗太多了，所以我们进步的慢，所以彪哥就来了，彪哥对不对？那个晨光彪的来了，来干嘛？来撒钱呐、不过他讲就很欣赏，他说我有1杯水就自己喝，我1碗水就分一半给你，1条河就大家来享用，这个很棒。我在讲，我1杯水就自己喝，有1碗水就分一半给你，1条河就大家来享用，对不对？这个观念非常正确，观念非常正确。所以我很佩服蒋经国先生，当时被骂得很惨，所以我们的钱不够，或者跟沙特阿拉伯借钱，我叫中沙大桥，有没有？有吗？你知道中山高有一个中山大桥吗？有没有？有啊。那个时候被骂，你知道为什么？那个时候车子很少啊，中山高那么宽干什么？会有钱铺路啊。像未来一条1线道要花多少钱？所以人要有高瞻远瞩，曲高就和广，曲高和广。当然被骂以后，现在骂他的就很少了，所以宁可现在被骂，不要以后被骂，对不对？我当时当校长也是很麻烦，也常常被骂。为什么？我身体敬畏，捧妹，你敢不敢？拱婴啊，给他们多钱干什么？笨孩子，给他们多钱干什么？我就气。笨孩子要给他一点经费，多买一点教训，给他玩嘛。因我就喜欢呢，我气他的死。有时候我来讲，迄民意代表为做我，你敢不敢？我这样是讲，互你死一个，互你死一个。我就气你敢不敢？你若是一个戆囡仔，你也帮我争取经费，对不对？你只要有一个笨孩子的话，你只要有一个笨孩子，你是民意代表会帮我争取经费，那然后就怪哦，人事不关己啊，大而化之；事欲关己啊，是力争到底。就尴尬，不是戆的才是戆的，跳嘛是戆的。这个陈长文我中名，李律的那个有没有？名律师啊。比例的啊，你看中名有一个讲那华工，你敢不知？他叫讲以前都家人知啊，现在大人知啊。可是
他一旦争取什么叫做外劳长照，外劳要长期的来照顾。他最近是在争取这个嘛，外劳长照，因为这个囡仔哦，和这个外劳哦，足严重的。这北部对他的贡献啊，没有外劳跟他贡献，因为外劳照顾他24小时，你看他贡献比他爸妈还要大，不简单呢。我在学校里头，我们的学生哦，两个拢是大学教授呢，成大跟嘉义大学，在哪讲？跳来新的工人，就是我们在新的工人，你敢不敢？很难讲的。那我吸酒算是很幸运，真的呢很难讲。所以我做起，真的哦，所以宁可现在被骂，不要以后被骂，懂吗？这个很重要哦，很重要。所以各位，这个很重要。这行孝不能等，等会后悔，等会后悔。那怎么行孝呢？我建议各位带着笑容。所以有在那个福利上有一句话，取下问孝，通常你们叫色难，有没有？给爸爸妈妈一个好颜色很难。咱足怪哦，对这样讲话笑眯眯，对北部讲话面丘排款在相反一点，有没有感觉？对孩子讲话笑容满面，对北部讲话面丘排款，为什么？我搞不懂。然后我有好，我价值认这样不够，经历够吗？不够。所以有一句话叫做“今之孝者，是谓能养；助于犬马，皆能有养。不敬，何以别乎？”懂吗？你刚才你饲北部，刚才饲狗，跟饲马同款，按有比啊呀？马跟狗你往咧饲，你经历够吗？不够的话，跟养狗养马又有什么差别呢？所以今之孝者，是谓能养；至于犬马，皆能有养。不敬，何以别乎？敬很重要。我讲个例子，民国50年我考上师大，我这样讲嘛，他在爸妈拢够厉害，我们做老师这样，对不？我们半打一打生按下笑嘛，基本上1个2个钟能够心肝宝贝，那都是岗上人书啊。说他在囡仔追，考上大学很难，基本上囡仔就考不上更难，有没有感觉？真的哦，我记得我那个时候，因为我先考上师大，那个时候哦，家境不好，该怎么办？都要兼家教，我兼了3个家教，一个家教350，上家1050。我毕业哦，54年毕业才领980呢，所以毕业前比毕业后我赚的钱还要多。我兼了4年家教，我做下面这个公费。后来毕业的时候钱太多了，才去买房子。大学毕业买房子不多，我是其中一个。我女儿也是我的学妹，她差我35届，我常常跟人家介绍，我一个学长好大好大好大，跟爸爸一样大，结果我当他30届。我跟我女儿说，你也师大，我也师大，你教育系，我也教育系，你自费，我公费摊，我帮你出学费，我为主，这差距不了。但是我2个家印象很深刻，一个家教对老师好的不得了，妈妈你不难，爸爸是一个国大代表，对老师很好。哇，你不能招待客人就有了，而且给我的薪水啊特别讲究，那个钞票换全新的、连号的，没有折痕的，还写速修，叫他儿子啊放贵的递给我，我贴着我送，你敢不敢？还有一个行李箱贴起来1倍，让他查到我大头查都对，所以纪律很重要。所以大一我就给我爸爸奉样金，我就学会这一招，去换全新的、连号的、没有折痕的，而且庆祝父亲大人身体健康，放贵的给我爸爸，爸爸贴着板就送，你敢不敢？我才发现，用过心的必然让人家印象深刻，努力过的必然留下痕迹，对不对？用过心的必然让人家印象深刻，努力过的必然留下痕迹。各位，敬意太重要了，很重要。所以啊，各位带着笑容行孝道最有效，亦见效；带着笑容行孝道最有效，带着笑容行孝道最幸福，带着笑容行孝道最自然。这个人就在带着笑容行孝道最有效，带着笑容行孝道最幸福，带着笑容行孝道最自然。最后还要做到上教圆。第一个这个圆，第2个这个圆，第3个这个圆。第一个要找源头行源，那讲假节气，我们来拜求桃，这个叫什么？这叫饮水思源，很重要。我们所有宗教都找源头，你怎么来怎么去，对不对？你何处来何处去。像各位等一下结束了，你要回家去，你不会害怕，你晓得家在哪里。
然后你不晓得要回去哪里，那你就麻烦了。一般人死哪会惊，就唔知要死去倒位。那讲麻烦你唔知要死去倒位，要死去哪里？咱死要去倒位，不晓得死去哪里就惊。哎，咱要死去倒位就惊。对哦，很明显哦。我们晓得我们死的归处，但是不惊。啊，死有对正理嘛，这叫视死无归。好，有一句话讲得好，叫回家的感觉真好。这个要被死，中华语，我不死了，我不正了，那华为了，高我。啊，你哪一点成功啊？我不死了，我不正了，中华语，回家的感觉真好。有人还真想回家呢，叫做归心似箭。各位有没有归心似箭？没有哦，那公安人这样嘛，对不对？那种归心似箭嘛。像我在人间快要70年了，我还不想回去，你们想吗？不想的话，我们可以找到2点，对不对？那种归心似箭。各位，我来画2个圈哦，再画2个圈，各位，这个叫日，这个叫夜。各位有没有发现，日往夜跑，夜往日跑？你们哪边？白天完了，晚上到，晚上完，白天又来，所以日夜是一直的全景，不能只有日，而不是有夜。赶快，这个叫生，这个叫死。死叫做往生，对不对？死不是往生吗？对吗？死是往生吗？那生就是往死哦。我们家是往死哎，但各位不要难过，有一天就会往生了，懂吗？你在听我？咱叫是往死对不？啊，别烦恼，一天就往生啊！啊，你看往死啊，甲往生呢？啊，往死就这样袂歹，往生袂过好。往死还过得不错，往生不是更好吗？所以不要难过。各位，我们都是哭着来的，对不对？但你不要忘记了，人家都笑着迎接我们。谁讲的？我爸妈讲的。我爸妈说我哭着来，他2位老人家还笑着迎接我。我跟我儿子讲，你也哭着来，我跟你娘也笑着迎接。但是我们既然哭着来，不要再哭着走，很无奈。不然中国里呢，自己哭着走，人家笑着送他，可以送他。我希望我们既然哭着来，要笑着走。哭着来笑着走，哭着来已经无奈了，再哭着走更无奈，要笑着走。别人哭不哭引导在一起，所以哭着来要笑着走，知道吗？不要再哭着走，那个很无奈。所以临死掉泪珠，万有化成无，抛情10里外，此别中千古。气奄奄了杨氏，一到孤坟走一诗。书香香的一城子，守望浑圆长路夫。此情此景，人何以堪？很重要。各位好，所以要找的源头，找的源头啊，各位感恩，知道吗？各位感恩叫饮水思源，感恩就是幸福之道，知足就是快乐之道。所以等一下各位有兴趣的话，我这里有个书签，让各位看一看，这有个书签，这个书签啊，很多都讲掉，我让各位看一下。抱歉，我不晓得我们这里的人一共有多少，所以带的分量不多。所以有兴趣，等一下可以拿着书签，它都是我们先佛的话语，它告诉你怎么幸福，怎么健康，怎么快乐。幸福是给谁？是给常怀感恩的人。这感恩人有福了，感谢就是天堂，抱怨就是地狱，安利就是悬崖，勤奋就是道路。怠惰就是坟墓，所以老人自觉坟墓，勤奋一定有路可走，对不对？我再讲一遍，感谢就是天堂，抱怨就是地狱，安利不好就是悬崖，勤奋就是道路，怠惰就是坟墓。这比老人自觉坟墓